另外，咱擱上北來看，這家己的東石、朴子、甲六卡呢，等等一寡這地勢較低的所在，嘛是同款，因為這雨落規暝，到今仔日早時啊呢，也是有這淹水的狀況。雖然講這水是無淹甲傷忝，也毋過在地民眾也是真煩惱。要入去莊內的路，因為大雨的關係，攏淹甲看無。嘉義縣六卡鄉的古林村，透早因為落規暝的大雨，到搭莊內，閣有真儕所在，也是淹水的狀況。我咧做3點半呀，我就佇遐就開始抽啊。對。因看水嚟了，有去狗仔攏袂停。那我來去抽水機，我來放嚟開啊。對。另外，佇東石甲朴子，到早時啊要10點左右，雨有暫時無閣繼續落。不過，也是有真儕所在淹水，有民眾趁無落雨，趕緊帶食大離開淹水的厝。就有民眾表示，有抽水機到抽水摕較緊。一早起來是淹去到遐，水倒落來一直消去。伊即是兩兩支一個咧抽。水門閣無法度，閣共款，閣這水坑攏一直噴出，阮攏規暝呢，規暝攏無困呢，攏用抽幾個抽完。佇山區的阿里山，因為落雨的關係，129線18公里的所在有路石崩山，影響交通。鄉公所表示，所來進行崩坑的工程，改善這落雨就會崩山的問題。這個地方每次下大雨就會不通了哈，可是我們縣政府已經這邊要做一個泥隧道哈，已經發包了，所以近期就會完工。完工之後，以後這個不通的情形就會改善。為23半暝開始，嘉義地區就開始落雨。中央氣象署評估嘉義地區的雨量有300到500毫米左右。嘉義縣政府表示，雖然中島鎮前雨有暫時無閣繼續落，淹水的所在嘛有咧退，嘛是愛呼籲民眾毋通挖溪流海邊，避免意外發生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